现代第一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3章。即句话通相信，老人爱做监督，伊是项目美好的工作。所以监督着无通嫌，只有一个某，安分守己，自制、端庄，熬款待出外人，熬教事，无酒醉，无凶暴，反正爱温和，无三钱，无贪财，熬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囝儿有顺服，事事端庄。人若袂晓管理家己的家庭，哪会晓眷顾上帝的教会？初信者毋通互伊担当监督，则袂自高自大，陷落甲魔鬼所受共款的审判。伊伫教会外嘛着有好见证，则免受诽谤，陷落魔鬼的罗网。即事上款嘛着端庄，无双面话，无好酒，无贪财利，着用清气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。即款人嘛着先互因接受考验，若无通嫌，则互因担任即事。女即事嘛是着端庄，无中伤别人，安分守己，事事忠实。即事应该只有一个某，熬管理囝儿甲家己的家庭。即事的工作若做袂好，本身会得到好名声，嘛通真好胆讲论因对基督耶稣的信仰。我望真紧就会去你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，我先写即张批，互你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。即个家就是真爱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。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偌尔尼大，基督显现做人，圣神认定做义，对天使出现，伫万邦中受宣扬，世间人相信，受接纳入荣耀。